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2月1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產。今天這個關於房企的消息還是由萬科包攬啊。第一財經日報報道說萬科向債權人妥協，萬科對到期中票推出新的展期方案。經過一輪博弈後萬科對已到期的20億中票又推出了新的展期方案。不是周末說了他還有5天時間嗎？那這5天時間裡面，他推出了一個新方案。什麼新方案呢？12月17號，上海這個叫上清所披露了22萬科 MTN004 第二次持有人會議的議案概要。不僅在中票利息支付和增信承諾方面有所改變，還提出了延長寬限期的新議案。這個延長寬限期本來不是5天嗎？他希望延長1個月。具體來看，此次展期方案為將本金兌付時間展期12個月，調整後兌付的時間為2026年12月15號，屆時償付本期中期票據全部本金。在利息支付上，該方案提出2025年12月15日到期的應付利息6000萬元，在寬限期內支付，即2025年12月22日內支付。上述寬限期未償付本金，按照3%的計息，未償付利息不計複利。展期期間，本期中期票據票面利率維持不變，即按照3%計息。展期期間的新增利息隨本金兌付一同支付，即利隨本清。此外，本次方案亦明確展期將由萬科提供相應的增信措施。我覺得這個萬科如果有增信措施然後他把這個利息先付，12月22號之前，利息先付給你，然後這個本金再展期1年，那這1年的利息呢還按3%算，到時候隨本金一把付了。那這個為此萬科還要再提供相應的增信措施。實際上就是主要看他的增信措施怎麼樣。如果增信措施可靠，那債權人肯定是同意死馬當活馬醫然後利息要拿到手了，對吧？那剩下的就是本金。所以我認為就主要是看萬科的誠意，它的增信措施，也就是拿出更多的錢來擔保，更多的資產放這兒壓在這兒擔保，對吧？明年還不起，你把我這些資產拿去處置。但是這個能救萬科嗎？救不了這個實話實說，實際上就是延緩它暴雷。為什麼呢？因為我剛才說了債權人肯定是盯着他的增信手段的。你的增信措施到位，人家才願意寬限。好，他下一批呢，他後面還有債券要到期一到期，人家一樣的要求你提供增信，那都要求萬科提供增信。萬科沒有那麼多增信措施沒有那麼多什麼資產可以抵押的。如果有資產抵押，他不就可以拿去借錢了嗎？对吧？給這個深圳地鐵，給大股東再換點錢，還了不就完了嗎？實際上就是萬科沒有什麼增信措施這就是我經常說的，他就要飯他沒有碗。金融機構想給他借錢，你沒有相應的東西抵押，怎麼給他借錢？所以我認為他即使這一筆他的增信措施得到人家認可人家給他展期了，那下一筆呢？下一筆呢？你還能找出什麼增信措施出來？沒有騰挪空間所以說我覺得這個就是用2個字形容一下萬科吧，就叫掙扎，4個字叫苦苦掙扎。現在不甘心躺下。網傳萬科今天將在深圳與保險公司和銀行開會，這都是網上傳言呢。我可以分析一下萬科這個時候跟金主開會跟債權人開會，這不就是金主嗎？債權人嗎？這個會開什麼內容呢？說白了就是擺正自己態度，對吧？給大家打氣，給所有的債主打氣，對吧？表明自己是不會躺下的，這是一個方面。另外一個方面就是懇求各位債主高抬貴手，這個時候不要逼債，不要去法院起訴。我告訴你不要搶跑，有一家搶跑去法院告他，後面就有連鎖效應，對吧？多米諾骨牌最後全倒下。所以這個會就是一個協調會先表明自己的態度，對吧？堅決還款，有信心有決心。第二個就懇請各位的把那個送到法院的這個起訴書趕緊收回來。以我的了解這些大的債權人一般是不會第一個開槍，就他不會第一個跑去起訴的，他一般會唆使那些小的債權人，那不着調的你先去告，由他去打響第一槍嘛。完了之後，這些人一看，你看看別人都告你了，我再不告，勤免盡責對吧？我也我要負責任呢，我對國有資產負責这都是銀行的錢呢，保險公司的錢呢，不都是國有資產嗎？這有人告
告你了，对吧？我這再不告不合適了啊，一般都這麼幹，前面唆死一個不着調的小債權人去告，因為這些國有大行啊，他一般的不會做第一個開槍的人，因為萬一萬科啊出了事，引起這個對吧捅的窟窿太大，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那保不齊算賬算到這個開槍的銀行頭上，對吧？所以說他們一般都要避免這種情況。所以萬科如果這個時候找這些金主開會，說白了就是希望你們高抬貴手啊，能展期就展期，對吧？能再多借点是更好，實在不行也不要去起訴，有話好商量啊。這是房企的消息啊，基本上就是萬科啊也屬於走投无路啊，能救他的就是韭菜，只有当韭菜啊纷纷去买房，万科的楼盘能賣得动，对吧？他這個資金困難才能緩解。我們看看啊，12月17號啊，財政部發布數據顯示啊，2025年1到11月，全國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40274億元，同比下降4.9%。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3938億元，同比增長0.6%。地方政府性基金預算本級收入36336億元，同比下降5.5%。其中，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29119億元，同比下降10.7%。就是咱们老說的啊，地方政府賣地收入，今年1到11月份，地方政府賣地收入同比下降11%左右啊。1到11月份，整個賣地收入只有3萬億不到，你就把12月份加上，恐怕也就3.1萬億，就是3萬億出頭啊。我記得過去最多的時候，一年是8萬億、9萬億吧，10萬億大概就這個量級啊。你說一下少這個，至少少了6萬億呀，少了2/3，對吧？就是假如你的家庭，你一個家庭收入少了2/3，你說你這個家庭日子得多難過啊！收入少了2/3，不跟斷炊一樣的嗎？你的開支還不能減少，對吧？小孩上學、輔導班、按揭貸款，對吧？生病要看，每天吃喝、停車費。所以從這個啊，我記得以前啊，很多地方政府這個就是賣地收入佔它的整個的財政收入的70%、80%、90%的，這一下都沒了。那你說這些地方公務員工資當然發不出來啊。最近網上傳言啊，我看也不知道真假，就是那個大連吶，大連是以前很出名，對不對？也是東北的明珠啊。大連的地鐵這個員工工資發不出來，大連地鐵啊還發通知，就是一線員工工資照發，就是獎金恐怕就基本上也沒有了，就是只能發工資。中層幹部好像發一半或者還發多少，上面的領導就工資停發，就這麼一個狀態。就地鐵都這樣了，說明什麼？就大家都知道地鐵是靠什麼養着的？地鐵都是靠土地財政養着的。本來是地鐵和房地產是相得益彰，對吧？就是那種叫封建火勢啊，火助風勢。地鐵修到哪裡，哪裡的地價就漲，哪裡的地價漲，政府就賺得多，政府賺得多再去補貼這個地鐵，是不是這麼一個邏輯啊？現在這個邏輯斷掉了嗎？你地鐵修到哪兒，那地方房子反正也賣不掉，地價不漲，政府收入少，政府收入少沒辦法補貼地鐵。所以你看啊，剛才說的，你看今年1到11月份土地出讓收入只有2.9萬億啊，這恐怕也至少少了6萬億，少在哪兒？那你地鐵就沒錢補貼，對吧？老師就得縮編，老師就得給你分流，醫院就沒錢給你補貼，對吧？政府給醫院補貼的錢，環衛工人錢就發不到位，公交車司機沒錢給，甚至公務員的工資發不出來。這個中指研究院呢發了一個報道，說中財辦發聲，就中央財辦呢發聲，穩樓市措施來了。說中央財辦有關負責同志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後，第一時間接受中央主要媒體採訪，深入解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其中涉及明年將採取哪些措施着力穩定房地產市場。他主要說這麼幾個方面啊，2個方面，一個方面呢說要看到我國房地產高質量發展仍有較大空間。他這麼一說我就踏實了啊，我就信了。為什麼呢？對吧？你高質量的房子穩住了嗎？跌的呢都是低質量的房子，沒毛病啊。從剛性需求看，2024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67%，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不足50%，新落戶農民工、新畢業大學生等新市民剛性住房需求有待持續釋放。他這個意思就是說，67%的人是住在城鎮的，但是啊，這個住在城鎮的人戶籍只佔就是50%，就這意思啊。那中間還有17%的人雖然住在城市裡面，但是他沒有戶籍。如果這些人戶籍如果也是變成城裡的，那麼他們就要買房子，大概就這意思啊。反正這個邏輯怎麼說呢？有點牽強吧。他說從改善性需求看，儘管我國城鎮住房總量已經不小，
但區位分布、持有結構不均衡，相當部分城鎮居民住房滿意度還不夠高，存在以舊換新、以小換大的改善性需求。不少城市反映，一些群众賣舊房、買新房的意願上升。今年二手房交易占比已從2021年28%提高到45%，好房子总體不愁賣，說明改善性需求潛力還很大。總之啊，高質量的還要漲啊，跌的都是低質量的。我記得有一句話，对吧？什麼叫剛需啊？有錢的刚需才叫剛需，对吧？你沒錢的剛需，那叫什麼剛需啊？對吧？那人人都還想買一艘遊艇呢，這也是剛需，有什麼用呢？你說咱們14億人，對吧？人人一艘遊艇，有沒有這需要啊？買不起啊，对吧？買得起開不起啊。然後它另一方面啊，要以構建新模式為牽引，推動房地產高質量發展。一是從供需兩端發力穩市場，也就是供给端嚴控增量，盤活存量，鼓勵收購存量房用於保障性住房等合理用途，加快消化庫存，同時有序推动好房子建設。需求端採取更多針對性措施，充分釋放居民剛性和改善性需求。剛才已經說過了啊，什麼剛性、改善性都跟錢有關係啊，有錢了就有這需求，對吧？沒錢了這需求都是假的。二是積極推動房地產企業轉型發展，支持房企加快從新房銷售為主，向更多持有物業提供商品高質量高品質多樣化居住服務轉型，也就是房企都要改行了，就说这麼簡單一點啊，你不要說咱們個人啊，我們個人對吧，這一輩子面臨着多次改行啊，連房企啊你都要改行，以前你是蓋房子賣房子，以後變成服務了啊。三是加快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這個好像去年前年都這麼說啊，不說了。總之啊，就是好像什麼都說了，也好像什麼都沒說。穩樓市措施我感覺是年年講月月講，哪年不這麼講？這些措施能穩住嗎？我們還是看這個租房市場啊，這個大家都說對吧？如果房子能租出去，租金還可以，那也標誌這個房地產市場恐怕能穩住。中指研究院說啊，2025年重點城市租金房價比小幅提升。他說，截至2025年11月，50個重點城市住宅租金房價比2.23%，較2024年12月2.12%提升0.1個百分點。具體來看，50城僅三亞、太原、成都、嘉興租金房價比較2024年末微幅下降，其餘46個城市均有提升，其中衢州、東莞、南通、呼和浩特等城市提升幅度相对較大。這也很奇怪啊，近日这些欠發達的地方，租金還提升也有可能是房價跌得太狠了。租金房價比嘛，它提升得快，要麼是租金漲得快，要麼是房價跌得快。所以說你說呼和浩特租金房價比提升得快，那不只能說这房價降得快啊。隨着近幾年房價持續調整，而住房租賃市場規範化、專業化程度和租住產品品質均有提升，疊加住房租賃市場的剛性需求支撐，租金調整幅度相對平穩。重點城市租金房價比持續提升。2025年11月，重點50城平均租金房價比2.23%，較2023年初低點提高0.25個百分點。住房租賃投資回報進一步改善。它這個我也不知道它這個怎麼算的啊，50個城市平均租金房價比2.23%，那已經比那個國有大行3年期的存款要高了，對吧？國有大行3年期存款只有1.55%，你未來還降呢？那你這個租售比其實還是可以的，對吧？2.23%，所以我懷疑它這個數啊，這個站不住腳。有很多房子空在那兒沒租，對吧？它也沒法算，租不出去啊，歇在那兒，對吧？它這個恐怕統計的是那些租出去的房子，應該這麼理解吧？我記得昨天晚上直播的時候，有個網友說他是長春的，他有7套房，5套房在出租，2套房自己家人住。那5套房他說這個租金還可以，那就相當於剛才说的徐州、東莞、南通這些地方，那房價跌得太猛了，然後顯得這個租售比還合適。其實這個賬好算啊，如果你手上有錢夠，對吧？結果你花1個月2000塊錢去租房，那你錢幹什麼呢？你錢只能存銀行、存定期。當然了，你說我去加盟一個什麼奶茶店、火鍋店，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你是炒股，對吧？你覺得你還有其他的這個投資渠道啊，能獲得更高的收益，那個另當別論了。那一般人就是，對吧？你手上有錢可以買房，但是你把錢存在銀行，
一個月利息只有對吧？一年年息是1.55%。如果你一個月花2000租房的話啊，一年利息就是房租就是24000，24000就相當于多少呢？相当于你160万，大概这樣的吧，存在銀行存死期，一年的利息大概就是24000，所以你就可以算賬了啊。如果那個房子只有100萬，那你就完全可以買房啊，對吧？你把房子一買，你就不用每個月交2000的租金啊。完了之後，你這還有60萬，你存銀行吃利息不就夠了嗎？當然了，有人說我擔心它房價，對吧？到時候跌到50萬，這個關鍵看你怎麼算啊。這個樓市情況好不好啊？通過另外一個現象也能看出來。這個網上流傳啊，說廣州大量村民75折賣房票，網上還有截圖啊。廣州市黃埔區城中村改造房票憑證，項目名稱廣州市黃埔區九佛街5村7片城中村改造項目。它這上面啊，持票人信息有姓名、身份證號，然後這個拆遷補償安置協議的編號，然後裡面有基礎補償金多少元，政策性獎勵多少元，房票有效期好，這個廣州開發區城市更新局2024年4月18號去年的房票75折轉讓，這個票面比如說是100萬，它就75萬，你拿着這個你再去買房子去，這個說明什麼問題呢？說明人家對吧，持有房票的人寧願打75折拿現金，都不願意去買房變現，對吧？75折，說明這些人對這個樓市這一點信心都沒有，寧願75折拿現金嘛。這可是廣州一線城市啊。我們再看看網上有個人留的帖子說自己多麼不容易叫硬扛。留言的人是一個做實體的這個生意人，他說自己已經快扛到極限。前幾年行情好的時候他買了一套房，總價320萬，首付90萬，貸款230萬。這房子買的不是最高點他買了之後房價還漲到多少呢？最高的時候漲到了520萬，也就是漲了200萬。你看，妥妥的本來是人生贏家呀！你想，就花了90萬，2-3年之後就賺了200萬。當然，這房子沒賣這什麼概念？淨賺200萬。正好那幾年生意順，他又用這套房呢做了經營貸，借了260萬，投入到實體經濟擴大再生產呢。後來行情急轉直下，房子現在只值260萬出頭，那就是對吧？現在的房子價格跌了，只有260萬了。問題是銀行那邊還欠着310萬，為了周轉，又陸陸續續借了信用貸、消費貸，加起來140多萬。實際上他的這個賬面資產就是他那套房子只有260萬了，他的負債呢，對吧？遠遠大於這個數，實際上已經資不抵債。最要命的是廠子現在不賺錢，每個月還要倒貼4到5萬維持，也就是現在給他關門，一恐怕還不行，第二個不忍心，畢生事業在這上面，斬倉割肉不是誰都能幹得出來的事。他這個廠也不是沒錢主要是在應收賬款上面，應收賬款收不回來，所以他每個月還倒貼4-5萬維持，這個廠子還在賺。所以說現在不要說本金了，每個月光利息，光還銀行利息2萬多，然後還有4-5萬搭到廠裡面電腦裡面去，已經捉襟見肘貸無可貸，各種消費貸、各種貸都已經擼光了，已經信用卡。廠裡的二手設備，你也知道賣二手設備你只能按廢鐵估，對吧？你就如果是鐵的廢鐵多少錢呢？1塊多錢吧。銅你就按廢銅的價格估，實際上就是賣破爛，說白了也賣不了幾個錢，對吧？當年進過來都是幾十萬一台，現在賣出去幾千塊，手裡還有一輛車，估計能賣18萬左右，再往下已經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實際上就已經到了走投無路的地步。你說他沒錢吗？他有錢，他都是應收賬款，都是別人欠他的錢，恒大欠他錢，融創欠他錢，你說他有什麼辦法？實際上像這種人現在是越來越多。你要說起來，你要不说他的困難他你看有房有车有工厂，那妥妥的是个在早10年那絕對是個有錢人。那現在呢，現在這些人是最不堪的，車還在，估計沒錢加油，廠子還在，每個月往裡貼錢，實際上已經走投無路最好的辦法就是破產，不破產他就往裡墊錢，墊無可墊。他現在七大姑八大姨借錢，對吧？去年我就說2025年是應收賬款暴雷之年呢，就是大家都扛不住了，沒法再扛。你看這個帖子中這個老闆就是窮盡了一切辦法，擼完了一切貸款，拆東牆補西牆，遭到叫戴維斯雙殺呀，對吧？他的房產貶值一半，實體經濟實體的工廠也遭到打擊，這不是雙殺嗎？最後我們再看一個紅星新聞報道也是個好消息說小區分紅超17萬，264戶業主集體領現金。別人家的小區四川樂山一小區公共收益分紅超17萬，264戶業主
集體領現金孝喜了。你說说吧，人這個物業對不對？這也是物業，你這個物業能給業主分紅，那對吧？那業主能不愛这個物業嗎？最近四川樂山香山宋井小區的業主們收穫了一份特別的驚喜，小區業委會拿出共計17萬多元的公共收益結餘，向264戶業主發放了現金紅包。我家房子76平米，領了533塊錢。一位業主開心地表示，過幾天貼點錢，又去把下次的物業費繳了，雙向奔赴。這筆錢來自小區近3年的公共收益，除交給物管公司的運營維護費用，剩餘部分全部由業主共享。這次從20多萬結餘中，共計拿出了17萬餘元，按業主住房面積計算，以現金紅包形式發放給小區264戶業主。那這個錢來自哪裡呢？主要是130個共有車位的收益，每個車位每月80元，每年6萬多元的收益，返還一半給全体業主。24套共有产權房年租金收益，每年收益2萬元，整個小區每年有8萬多的收益，累積3年後就給大家分紅。業委會還有物業，對吧？想着給業主謀福利，那自然就會受到業主的支持和擁護啊。實際上很多小區那物業業委會的沆瀣一氣都是侵吞業主的財產，貪污受賄，對吧？把這些錢都眯到自己口袋，或者都是對吧？通過各種形式圈錢交易變相的搞到自己手上。其實每個小區都有這種公益收益都有。比如說小區裡面貼廣告，電梯裡面貼廣告，那都是可以收錢的，都是收入。但這裡面就有貓膩了，對吧？如果是為業主着想，一心一意為業主創收的，那他肯定是的吧？这個誰出價高，這個廣告就給誰。但是如果是不為小區業主着想的，只為自己口袋着想的，那他肯定是的吧？要受賄不是誰出價高誰得，而是誰給我的好處多，我就讓誰做，不就這意思嗎？或者給某個小集團，給物業的人，對吧？或給業委會送禮，比如有共有產權房出租，小區裡面有有那種這個活動中心對吧？小區的這些東西明明可以租1萬1個月的，對吧？他給租給別人5000，別人給他送禮送2000，返還給他2000一個月，對吧？都這麼幹，小區就管不好。小區管不好，那業主對吧？他巴不得你這物業換了，業委會換，別的小區來掀桌子，你還指着這些業主來保護是嗎？那業主都巴不得別人來掀桌子當然了，現在物業越來越難幹，這個是不爭的事實。為什麼呢？因為經濟在下行，越來越多的人交物業費的困難，对吧？能省點是點，能拖一下是一下。物業收不到錢，他那個服務就更差，服務更差的那個業主就抱怨，業主一抱怨，本來正常交錢的那業主他也不願意交了，沒有動力，對吧？所以說這叫惡性循環。然後那個物業就說你們這些業主在唱空，我們物業本來挺好的，對吧？小區欣欣向榮，一片向好，就是你們這些人在唱空，實際上是惡性循環，經濟導致的這就像那個祖傳老中醫一樣，祖傳名醫爺爺輩的這個老中醫頭疼醫頭，腳疼醫腳，雖然不能治本但是好歹能幫你緩解一下症狀，對吧？你不疼了唄，雖然沒治斷根。傳到父親這一輩呢，水平就差點了，變成頭疼治臉，腳疼也治臉，對吧？也就是說，反正臉上光滑就行了，讓別人看不出你有病，也挺好。到了孫子這一代頭疼治嘴，腳疼也治嘴，对吧？你只要不喊，你不就沒病嗎？所以你看這就一代不如一代。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